欢迎收听10月27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以斯拉记的8章21到30节。我在这里，我警醒。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会呈现最警醒的状态呢？而我们所觉得的警醒跟圣经话语中所说的警醒是同一个意思吗？今天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给我们一些提示哦。耶利米书31章28节，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、苦害，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、栽植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主说的。他如何留意将他们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、苦害，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、栽植。这里说到的留意，就是在另外一个版本说谨慎的，都跟警醒是同一个字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态度，面对到我们正在进行这些事情的态度，我们是带着警醒的，是有留意的，是谨慎的在做这些工作吗？那么我们在读 RPG 的经文就会很清楚知道，上主是非常警醒的在拔出、毁坏、苦害他、得罪他、活在罪当中、活在黑暗当中，甚至故意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们。而他也是留意、谨慎的、警醒的建立、栽植他的子民。在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中，今天我们也来看到上主对人的心意是如此警醒的，而以斯拉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在回去耶路撒冷之前，在上主的面前警醒。而这样的警醒其实还是充满挑战，因为人不过就是人，没有上主他的保护，没有上主的拯救，没有上主的恩典，人再怎么警醒，就好像我们所熟知的经文所说的，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然而这若是出于上主的心意，这一切必要亨通，照着他的心意来成就应验。今天在亚哈瓦河边，以斯拉命令大家禁食，他们心中有一个挑战，在这里要带领以色列人以及这么多的金银财宝，从26节一直写下去，这些数量写起来好像不多，其实实际上是非常庞大，又要跟这些以色列人走这么长远的路程，从巴比伦走回耶路撒冷。我们是需要在这其中有这些官兵的保护，还是我们依靠上主他亲自的带领？以斯拉想起他过去对王所说过的话，如果派官兵保护，不就是让上主丢脸了吗？因为我跟王说，上主一定会保护我们，他能够拯救我们，他能够使我们平安。就在那里为自己的话语挣扎的过程中，他们禁食祈求上主的心意。而就在那里，最后的决定是他们不要官兵陪同他们回去，他们相信，他们领受那真实的平安，他们就这样勇敢前行吧。这里好像给大家一种感觉，若是我禁食祷告后，我的心仍有平安，我是不是就照着我自己心里想的那样行呢？我想这段经文如果是这样做的话，很多人他就是自己祷告完就自己去做，可能那理性的客观的评估风险可能也不会去这样子去想哦。这段经文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看见，在每一个选择当中都有可能有风险，然而我们在每一个选择里面，是不是都警醒于上主的心意，
警醒于上主的带领，警醒于他律法的命令。而以斯拉就在这当中带领以色列人们，从那个已经失去圣殿的生活，已经失去了圣洁的生活，如今要先从这个基础功开始，寻求上主的心意，在那里禁食祷告，可能是一个悔改的祷告，也可能是一个立志要跟随的祷告，更可能的是一个祈求保护拯救的祷告。在那里以色列人他们一起寻求上主的心意，然后就带着这些贵重的要来建立圣殿、建立敬拜生活的器具，一步一步的踏上返回耶路撒冷的过程。今天在我们迦南之声的诗歌讲到了这个复兴圣洁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的歌词也带领我们如同以斯拉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去的旅程。其实这个旅程不仅是风险评估，或者是会不会遇到危险这么单纯而已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返回的旅程，他们在预备，他们在警醒，他们在留意，他们在谨慎。如同这首诗歌歌词所说的，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。在这过程中，以斯拉带领的以色列人们是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。如今在听迦南之声的你跟我也是如此，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使我们的灵，使我们的身心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将我分别为圣，将我归属于你，做你尊贵荣耀的器皿。从上主来的复兴要带领这个世代的以色列人们，带着盼望，带着那个敬虔敬畏归回耶路撒冷。上主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警醒于他子民的需要，留意他子民的需要，谨慎的预备一切够用的恩典。而今天他也为你跟我预备了这一切需要的恩典。你知道吗？警醒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很早很早就在圣经中出现过了。如果我们还记得创世纪讲到上主对人的心意，其中说到了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这里说到的修理看守，就有这个警醒的意味，就有这个留意的态度。上主兴起亚当，要他来留意、警醒，来谨慎的修理看守伊甸园。如今的你跟我，不就也活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意中吗？上主使人类能够有这样的权柄来管理世界，为的是要让我们警醒于他每一天的心意。他已经为我们而警醒，为我们而留意，也就是上主他每一天都看见你的需要，他与你同在，但他也盼望邀请你，唤醒你，呼召你与他一起来同行。恳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每一件事上活出那归属于上主，有警醒的态度，留意来行他眼中和他心意的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在世世代代你都对人有所警醒，你用那最棒最棒的态度，也就是那全然的爱和公义来对待你的儿女。你也让我们在其中，因为认识你，寻求你，我们也学习你的样式，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上要警醒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，面对到疫情，我们要警醒于我们如何建造健康的生活。
面对到这个环境的经济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警醒，我们如何花费，我们如何理财，更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面对这么多混乱的环境的时候，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身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都做那合神心意的决定。在混乱当中，主你的话能够使我们恢复秩序，更是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警醒于主你的次序，与主来同工同行，带下你的心意，帮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经历，让我们的生命好像那复兴圣洁的领导，使我们都能够活在盼望和平安中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复兴你的生命，复兴你心中的圣洁，使你在今天做主荣耀贵重、荣耀尊贵的器皿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